第15章，我搁看见伫天顶有异象，大搁奇怪，就是7位天使掌管罗马的7个灾厄，因为上帝的大受气伫这7灾厄中发尽啊！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搁看见遐个赢了兽甲兽的像，搁伊的名字数目的人，拢徛伫玻璃海顶，摕着上帝的琴，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，甲羔羊的歌，讲：主上帝全能者，你的作为是大在、奇在、万世的王啊！你的道途义在、诚在，主啊！一嘴敢无敬畏你，无将荣耀归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拢要来伫你面前敬拜，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。此后，我看见伫天顶迄个尊法柜的殿开了，迄个掌管7灾的7位天使对殿中出来，穿洁白光明的幼麻衫，胸前下着金带。4画面中有一个将堆满挖到永永远远的上帝大受气的7个金碗，予迄个7位天使，因为上帝的荣耀甲能力，殿中充满了烟。对安尼无人会通入殿，直直等到迄7位天使所讲的7个灾厄完毕了。